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9年粤剧电影《追鱼》高清修复完整版，导演应云卫，主演王文娟、许玉兰。该片是由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，影片是根据上海粤剧院演出本拍摄，文本是根据湘剧的《追鱼记》移植改编，但粤剧的《追鱼》比湘剧更早一些搬上了大屏幕，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上海才有更一流的电影拍摄设备。该片是上海粤剧团的保留剧目，曾多次招待国宾演出。影片上映后，在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。该片讲述了神话故事，通过张真与吕于金的爱情故事，歌颂了纯洁的爱情，并讽刺了富贵人家欺贫爱富的卑劣行为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《追鱼》的第1期。桂花王，轻盈王苍，空得此一轮。
人奈我把中愁藏。想我张翠爹娘在世之时，与丞相金宠之女牡丹小姐有年定下婚姻，不因亲王交代，父乃只得到京府留情。岳母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，遂命我在别部谈判操堂公诉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唉，好不烦门成也。不早把一许，我张真啊，何时带中长远来？还是为数吧，公诉时。
小仙李玉金是也，秀才张成在此恭送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谢幕，有无不可？哦，不免得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，先去一位便了。七八真身在隐藏，变作牡丹俏模样，金环玉儿俏梳妆，做一个神女去为相望。我门儿闭关，
到西当去瞌睡来了。成女不女了，三郎啊，我就是有年定婚，莫非是牡丹小姐到手？小命儿谁家牡丹，且有为国色天香。哎呀呀呀！我的牡丹小姐来到书房，哎呀，是您啊，是您，不管那是不管。哦，小姐，请说话。小生失望进来。哦，我不到月小当数。好，小姐请啊。小姐，请说啊。啊，你也请说啊。好，我有。请说啊，请说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，小姐。长郎，我长在远道来投亲，梦我父啊，命我在别不谈判公书文。我常把自己比张玉，真乃是不愿难把龙女情。今晚多干小姐来，莫非言相思梦境？岂不为心中就该蟑螂意？
梦里醒来了龙女问，小生是一家汉室叫道平，功名未得龙福榜，怕误了小姐的终身。你修建一家汉室家道平，我看你定有经许好先人，才愿得夫唱妇随，长相许且比那玉堂金银身，真是非。